原來由福田口岸 call 車只要50分鐘車程，人均大約500蚊就浸到溫泉。對我哋呢啲返5日半工嘅人嚟講，超級方便嘅週末度假。呢間東莞塘廈三靜半山溫泉酒店有超過30個溫泉池可以任浸，夏天仲有水上樂園，啱晒一家大細。溫泉區仲整咗好多靚靚嘅打卡位，影相出 post 都唔錯。不過水溫選擇真係少咗啲，大部分都係39度左右。中意超熱或者好凍嘅朋友可能會覺得好單調。自助晚餐食物種類幾豐富，有現場唱歌表演，整體我俾8分，味道同氣氛都 OK。自助早餐都好多嘢食，但高峰期人超多，而且要自己揾位。我哋等咗一陣先有位，略為就有啲亂。房間開箱，有浴缸，房間算大，有咖啡同茶可以沖。電視有 TVB 可以睇。我今次 book 嘅係高級觀水雙床房，但佢俾咗親子房，有好多小朋友貼紙裝飾，但間房整體有啲舊，裝修同家私都有少少過時咁。酒店入面仲有好多小朋友設施，水上遊戲、親子遊真係幾啱。總結嚟講，近近地好方便，性價比唔錯，適合想 hea 住浸溫泉帶小朋友玩嘅人。但如果追求新淨豪華房間或者超多變化嘅溫泉體驗，可能覺得有啲失望。整體我俾6.5分，可以一試，但未必會再 book。你哋去過未？覺得值唔值？記得留言話我知啦。